3000年了，你们一个个都成仙了，怎么就不能显显灵，保佑我筑基成功呢？你们说，初一15逢年过节，我上香添油、鲜花香果，哪样落下过？你们不能成仙了就摆架子呀！当年我，童言无忌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们别记仇啊。山下又在打架，别飞进去，要给祖师叔留面子。切！等我筑基成功，定要把这破下山索道揉成废铁。祖师叔，您在这儿呢！祖师叔，大事不好了！雷兽突然攻击我清明剑宗，掌门命我前来请您下山护宗。我这不是吓着吗？我忘了祖师叔，您还未筑基，不能御剑飞行。您这样太慢了。要不这样，您上我的剑，我带您即刻下山。雷兽数量太多，我担心掌门他们快撑不住了。来，把你的剑给我。哦，好剑呐！哎，你可知这七星峰不能御剑飞行哦？祖师叔，我这个不是……你的剑我没收了。既然嫌我慢，那我就换个快的。祖师叔，没飞剑我怕高啊！绝云小儿，你竟然用暗器！好歹你一个名门正派，你说谁是暗器呢？是祖师叔。祖师叔刚才是飞过来的。祖师叔这不是会飞吗？这下没事了。终于来了。老白，你终于出来了！我渡过了雷劫，你看，渡过了雷劫，真的假的？快，老白，和我干一下，让我试试我功力长进了多少。不打，忙着呢。大成器了，还来找我一个练气器的消遣，连个魔道的都大成器了，看来老天爷的确靠不住。嗨，有啥好忙的？不就是筑基吗？都3000年了，不差这一时半会儿。啊！草率了。祖师叔，你慢点下。行了，回去吧。接下来我自己走就行了。那祖师叔一路小心，弟子就先回去了。晕死我了！这小子什么破技术？我一定要筑基，学会御剑飞行，再也不做别人的剑。这买卖是越来越难做了，大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唉，没办法，最近尸妖作乱，不是为了口饭，谁想在这鬼地方待着？有人来了，快，都躲好！好，死！呀，嘿。几位好汉有事？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要想过此路，留下买路财。这都多少年了，怎么人间绿林人士还是这套词啊？这人咋不怕咱呐？是啊，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？哎，少废话！上玄国早就乱了，我就算在这杀了你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把盘缠交出来！对啊，老子放你上玄国已经太平了近100年，我们清明剑宗的弟子也偶尔下山游历斩杀魔物。哎，看来是个傻子。难道五州十国又打起来了？也不像啊。上！那多数是内乱所致。
我说你们几个，什么情况？是个凡人，竟然只靠修习武艺就达到了修仙者的炼气期，哼，厉害呀！哪儿来的五毛钱儿啊？给我杀！帅，你小心后面，不漂亮。嘿嘿哇，兄台好功夫啊，佩服佩服！刚才多谢兄台出手相助，不知兄台这身武艺是师出何？这里最近有妖物作乱，你一个文弱书生在外面不安全，还是顺顺回家为好。哎，兄台，你看你这身子骨比我还薄，怎么倒说起我文弱了呢？哟，这上玄国可以吗？皇陵的排场还挺大。哇，夜明珠！哎，反正你都死了，要这个也没有用哦。哇，嘿，这可是上好的紫金玉，化了可是炼制战甲的好材料啊！哎呀，俗话说物尽其用便是节俭，你们也同意吧？同意就行，不难为你们说出来。啊？哎。龙珠剑，哇，这里竟然还有这种宝物啊！哎，吓死我了，差点变成马蜂窝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觉得皇陵和最近的尸妖作乱有关系，所以来查一查。我也是。你看什么？没事，只是看看堂兄最近发力练得如何。尸妖作乱难道还与这贡品有关系吗？疑似有关，我得拿回去好好查一查。万事谨慎为重嘛，对吧？哇，这下面怎么比上面豪华那么多？看来这祖皇还挺有钱嘛。这么干净，是定期有人打扫啊？这不可能，皇陵机关重重，怎么可能有人进来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开国先祖皇帝的棺木，几百年了，怎么还像新的一般？你。
果然是个嗜血阵，这里不安全，先退出去，我们再做打算。你这是干嘛？这祭天大典果然有猫腻。万一烧掉这些棺木，这可是皇陵，你这是打草惊蛇。皇陵又如何？反正是我家的，我绝不能让上弦国的子民有任何危险。你家皇陵？原来你真的是公主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公主？我是男的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这夜明珠有安神之用，你先睡会儿吧。这要是让你点燃了，没准上弦子民可就真的危险了。怎么样？这轮会也不错吧？要不你也一起过去，我会给你一个好托生的。98、99、100，哇，都100个魂魄了。这次多少给我换血阳寿了吧？两码事，功德是功德，只能换来世，管不了今生。别忽悠。你这死鬼怎么这么犟呢？今生来世不就是个轮回吗？我可不想再走一遭。你就不能让我透支点用用吗？我很快就会筑基成功的。3000年了，你就不能换套词？10日之限还有2日，白秋然，好自为之。你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若薇，你这是干嘛？师傅，你师傅在哪儿呢？我仙长啊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仙长出手相助，才把我上弦国根基。我这都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是好。应该的，陛下不必放在心上。仙长果然高风亮节，那小女以后就拜托仙长了。陛下，修仙一道多有坎坷，岁月漫长。一入修仙道，便几乎是与俗世隔绝，时光弹指飞逝啊。而如今公主年纪尚小，高堂均在，又为一国之公主，恐怕不妥啊。哎，有何不妥？若薇她早已经成年，只要仙长略授法术，以后徒子徒孙定能治国安邦啊！父皇，我是拜师，又不是出嫁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爹很开明，都是成年人，如果你愿意，这没什么关系的。陛下，小道这下山云游，带着若薇公主，恐有不便呢。我可男可女，有何不便？你也看到了，我上弦国惨遭涂炭。作为皇室，我一定要变强，才能守护我的子民。收个徒弟而已，何必如此小气？你已经很强了，不需要我教。你不会是怕教了我，你这钱浪就死在沙滩上吧？钱浪？这谁是钱浪？你说清楚！你就是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！你别和我去死！我即使筑基不成，也活了3000多年，竟然是个老不死的！那你的……好了，今天给仙长准备了庆功宴，我们边吃边谈啊！来，上菜。你怎么把她给带上来了？祖师说，若薇姑娘她……白秋然，我是来拜师的。那你们这些清明剑宗的长老又是来干嘛？我是来送斋食的。我是来给祖师叔送香火的。那你呢？背那么多柴火，帮我来烧洗澡水的吗？正是。你们这些为老不尊的小子，修炼还没成精，吃瓜比谁都来劲，都给我起开！快走！快走！白秋然，你干嘛？这些可都是我花钱买的，柴火1万两一捆呢。祖师说，我可是有正事的。那个老魔头，不，皇甫宗主带来的古碑拓印已经翻译出了一些，请您过目。快给我看看。到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祖师说没事，那我就先下山了。哎，你倒是把人带走啊！你们都走了，谁带他下山啊？
收我为徒吧。明日就要去洞府了，列位可得保佑我啊！只要这之前靠谱，给我一点点筑基的信息，我回来一定给你们重新装修。你就想着自己筑基，为什么不让我和你一起去洞府？若薇啊，不是为师故意不让你去，你难道忘了我们在蛮荒之地是什么激活了这个古城？是我的血。正是。可是我的龙珠血也许是把双刃剑呢，也许制服这地仙太子要的就是我这龙珠血呢。不行，不能冒这个险。你可是我收的第一个徒弟，可不能折了，不吉利。我折了你再收一个徒弟便是。我修行原本就是保家卫国，现在知仙洞府就在我上玄国头顶。如若这种时候我退缩，那成仙也好，修行也罢，对我来说还有何意义？你怎么了？3000年了，怎么还是会被这种热血情怀打动？没什么，想会不当先迷了眼。好吧，看见你一片赤子之心，那你就随我去吧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喏。这是什么？这3道竹简里封存了我3道剑气，如若在里面遇到危险，就直接扔出去。啊，还有，一路一定要紧跟着我。你要是折了，我可找不到第2个有龙珠血的徒弟了。你什么时候给我做的？其实你早就给我准备好了，是吗？这我就是随便做着玩的，正好能用上。剑祖，我来给您送点茶水。李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剑祖送点茶水和点心。你们这是？李姐姐，师傅答应带我去洞府了，你也一起来吧。我就是来找剑祖说这事儿的。剑祖，我们天魔宗就由我和您去洞府吧。啊，皇甫峰还没回来，这是等他来做决定吧？不用。我们魔宗都是自作主张的，老皇甫他都管不了我。那您这就算答应了哈。反正明天一起走，今天我就不回了，帮剑祖您收拾收拾。李姑娘，你不太好用了，李姐姐，真的不用。晚上终于有人陪我了，我一个人可无聊了。好啊。剑祖，您要不要洗脚水？我一会儿给您端来。我师傅自己会呢。师傅，你上我的飞剑吧，我带你上去。你们先走，为师自有上天入地之法。走走走，都给我走！别踩着飞剑在我面前晃的。快走吧。哎，你弄啥呢？怎么让几个姑娘先上了？这万一有个好歹……苏宗主能不能帮个小忙？真没有雷劫啊！倒是有点小小的失落呢。我还没准备好呢！竟然还有这种操作！走，我们都快找找出口在哪儿。都快闭气凝神，这里有谜。剑祖，我们恋爱吧。完了。剑祖，恋爱方面我最有经验了。剑祖是我的，这和我抢！剑祖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金瑶姑娘，快闭气凝神，把谜言逼出来！你们这是中了幻术。幻术有什么关系？反正都是假的，你就配合一下嘛。
锦瑶姐姐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魔道，我师父可是正气道盟第一大宗派的祖师叔，怎么能和你有绯闻？嗨，若薇妹妹，你这就狭隘了。亦正亦邪，这世上哪有什么正邪之分？大人的事你小孩不懂。谁说我不懂的？师父，既然出来之前我已经收了你的信物，那只有我能和你完成这生之苦的试炼了。若薇，别闹，教你的运气之术都忘了，快把这毒气逼出来，幻术就解了。别废话了，多亮剑吧，谁最强，剑祖才能嫁给谁。哼，正有此意。都冷静冷静，别中了敌人的诡计，你们这样我出去不好交代呀。走开，女人的事少管。就算你有天大的能耐，又能如何？生老病死，你一个都逃不掉。你们几个放开我！再不放开，我要不客气了。师父，刚才这是怎么了？你们吸入了这空间的迷烟。什么？那你们没把我怎么样吧？什么？那我没把你怎么样吧？你们想什么呢？我这不是把迷烟都吸到自己体内了吗？你看你们现在不是好了吗？啊？那你没事吧？好重。没事儿，我入定之后发现这些幻术都是真元所化，我这气海又存不住真元，所以不怕。果然还是一个屁解决的事儿。师父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这鬼地方到底怎么出去啊？我怎么感觉周围的岩壁在一点点的蠕动靠近？错觉吧，这里太黑了。岩壁真的在靠近，空间缩小了。我喘不过气了，怎么办？这样下去会变成肉泥的。左妍飞，你这铠甲太硬了，好疼！什么鬼东西？走开！既然幻术对你们没用，那就好好享受一下这升温之痛吧。什么生之苦啊！搞了半天还是物理攻击，那我只能以牙还牙了。哎呀，我也不行了。再坚持一下，这个神通看来只是会让人变老而已，死不掉。只要走出这个空间，容貌一定会变回来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老了还这么的可爱？不走了，就这样吧。老了还臭美。剑祖啊，反正我最丑的样子也被你看到了，我也就不求啥了。你可要对我负责呀！大家再坚持一下。很快就到出口。左一飞，原来睡着了呀。师傅，真是辛苦你了。
不过为什么我是垫在最下面的呀？因为你胸肌最硬。你剑祖，为什么你不会变老呀？他都3000岁的老人家了，还能老到哪儿去？哇，剑祖，那你保养的不错呀，有什么驻颜之术，倒是也传授我一点呐。你这3000年就没有想过成家立业吗？人嘛，还是得有个孩子。你们几个老太太能不能消停一会儿？再废话，我就把你们扔在这儿，你们还想不想变回去了？哎呀，还吓唬我们，嫌我们啰嗦。老了就招人嫌了。哎呀！上仙呐，您就教教我空间法术吧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都没人会这个了。我都和你说了，你们现在的环境不好，天地灵气不够充足了。我教了你，你也用不了。哎，邱院长，你就别想什么空间之术了。上仙，您给我看看，我这淘的2个宝贝成色怎么样？你们没事扒拉着智仙干嘛？人家大智慧就这么给你们糟践的吗？好了，都走开，我有正事问智仙。我能否筑基？能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不知道。你这小骷髅是不是玩我？不知道你这么确定我可以筑基？好吧，那我确定一下，你练习期第几层了？那天不是又突破了一层，现在66666层了。那就对了，你是不是感觉自己的气海没有边界？没错了，你是天度之体。啊，天度？什么是天度之体？所谓天度之体，就是连老天都嫉妒的体质。这种体质拥有无限的气海，无限增长的资质。这么厉害，那我为什么不能筑基呢？对于修真者来说，都希望气海容量越大越好。但无可否认的是，无论是炼气期突破筑基期时压缩真元，还是筑基期突破金丹期时凝练金丹，实际上都需要利用气海的壁来对体内能量进行反向压缩凝练。而天度的气海是无限的，没有壁，自然也就无法反向压缩凝练。说来说去还是不能筑基了。那你刚才还不是忽悠我吗？那哪能？我虽然不知道筑基的方法，可是我在古代壁画上见过，初代天度是有真元的，也就是说它不是炼气期。真的？我不会骗人的。可你还是不知道筑基的方法呀。你现在这样基本已经无敌，为什么一定要筑基呢？不能飞呀，多不帅啊！还不能直接用法术，每次要带那么多符咒不说，还得掰手印，掰的手都抽筋了。你已经很强了，就不要在意这些表面形式了吧。而且这是修仙的规矩，如果我都不按规矩来，那这个世界还有谁能阻止我？也许神勉强可以和你抗衡吧。从壁画上看，初代天度好像是在和神界作战。妖族好像也在。你说什么？妖族还认识初代天度？好像是吧。嘿。